受方面的影响，桃园机场昨暗是透强风，有不少要降落的飞行机帮国部长是要改去高雄机场降落，包括1架飞上山机场，也有4架飞桃园机场的航班，计共有5个航班是改去高雄机场。啊，若伫桃园机场有顺利降落的旅客就讲，想到降落的时摇来嗨去，就心惊惊。机场航班组成几架班机降落时间延前，受1日暗时北部雷雨影响，桃园机场风正强。不少原本降落的航班被迫转降高雄机场，成功降落桃机的航班，旅客想起降落时的情形，依然心惊惊。晃得蛮厉害的，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。刚刚大家心情怎么样？全车在尖叫，很多在尖叫，然后很多人在吐。第一次觉得屁股不在椅子上面。中央气象局1日发布大雨特报显示，北部地区局部大雨加强阵风发生的几率。长雄 BR238航班原本为印尼雅加达飞桃园，暗过受风雨影响，逐步风车停飞了后，请求转降高雄。高雄机场表示，包含华信127为金门飞上山，马航 MH68为雅批飞桃园，长雄 BR238雅加达飞桃园，新武 JX718后来飞桃园，长雄 BR216新加坡。飞桃园总共5个航班拢是拄到风车，停飞了后请求转降高雄。来接机的亲友表示，今年先在机场等。转落高雄。哦，转高雄了。对，那怎么办？啊，就等啊，他有预计10点40再起飞啊。哦，所以你要在那边等到11点多哈。哦，对啊，对。桃机了后也表示，风速已经转好，会转降高雄，主要是因为雷雨，为维护空气作业加人员安全，会暂停桃园机场边的地勤作业。转降高雄的这北部航班也拢陆续登来北部机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